台北交通局的科長周新澤是去互廉政署告發，講伊口座是加一條63萬外不明資金，懷疑講伊甲民眾收烏西。檢方查就是發現講，周新澤佇咧7天前辦公車停倒去的國賠案的時，因為好心唔甘受傷的民眾等無救命錢，就先甲因出錢。國賠了後，這民眾就甲錢還伊，所以講口座才會加一筆錢。檢方還伊清白，未甲起訴。7年前，台北市內湖區豐澤中亞公車牌發生單車的頂倒落去意外，害2個民眾受傷。台北市政府嘛承諾會協助受害者申請國賠。我們會針對該年度那一批的所有的後車亭全部再重新做檢視啊。當時負責承辦的，就是這個交通局的科長朱新澤。當時考慮國賠行政庭事落長，面對着急咧等待醫療費用受害者，決定用局內有備金，佮家己零錢補差額，3個人攏有簽照據，一直到過當年7月才順利付發數百萬國賠金。2個負責人才照約定，還伊63萬外，無想到這條含薪水無符合的大吊銷，互廉政署的金流監控查到，懷疑是收民眾的烏西錢。當天他確實心情會比較落寞一點啊，不過我們都相信這個應該只是一個調查的過程啊哈，那最後也確實是有那個還他清白。我覺得這樣子真的還蠻烏龍的，因為我覺得公務員其實還蠻辛苦的。這筆錢是怎麼原因過來的，所以都是誤會，但講如果能解開不是貪污的話就好了。朱新澤本人是低調，無要接受訪問。加在檢方最近指揮所長約談了後，根據雙方所簽的收據甲相關的供詞，發現這是一件公務員做好事引起的誤會，確定朱新澤並無收烏西錢的心態，最後是處分不起訴，刑期輕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